后来随着胃着病毒的人数愈来愈多，嘛产生着未少照顾上的问题。台北市就有一个家庭，这个9岁小女童是对着妈妈甲阿姨做伙大，结果3个人拢确诊胃着病毒。妈妈甲阿姨前后奉送到病院去救治，就剩这个小女童家己一个人踮厝。妈妈是真着急，赶紧来请议员甲警察来斗相共，这个小女童才紧急互安排到病院。 这个天津的查某囡仔手提警察准备插断锁来，总算免一个人伫厝啊。这个住伫网街9岁查某囡仔本来甲因老母甲伊住做伙，因为3个人拢确诊。因老母是5月10日体检了确诊，15被送去病院，因阿姨28透早发病，被送到惠民病院插管治疗。 这个查某囡仔因为安尼一个人留伫厝内，因老母一个知影了真着急，拜托议员去斗相共。 通电话的时候哦，他真的是语无伦次，而且很伤心哦。希望我到家里陪他女儿过夜。我这个刚好要到巷子里的时候，在路边看到一个小朋友，我也吓一跳，因为他就是我要找的孩子。 然后派出所关键了，一家人要去伊住的所在，想袂到伫半路就拄着这个查某囡仔。 原来这个查某囡仔会惊，出门讲要找因老母，加在伫大家帮助下，总算伫昨下晡被送到病院去安治，危机就解除啊。是讲这款代志嘛，互人看到讲，随着疫情愈来愈严重，未少家庭恐惊会拄到类似的情形，而且有需要乡亲会使敲电话给派出所，也是里长，请因来协助。